相信咧，大家等我出呢一個化妝品咧，都等咗好耐啦，都有年幾噶啦。咁而家終於咧，我就推出一系列嘅化妝產品，咁就係 Jane Airida 嘅。咁點解我中意呢個品牌咧？咁由於佢咧，亦都係美國出品，咁佢好多成分都好安全，有冇 parabens、alcohol 一啲chemical 嘅成分。even 你一啲美容醫生啊嘅診所咧，都會 carry 呢個品牌嘅化妝品嘅。咁我手上呢一支咧就係 Jane Airida 嘅 Smooth Affair Facial Primer， 咁就係上妝之前咧做一個打底，用完佢之後咧個上妝咧會更加容易，同埋上妝咧更加之持久。裏邊咧絕無任何動物嘅油脂，所以咧連一啲暗瘡性皮膚或者油性皮膚咧都可以用㗎。由於佢水分比較重啊，其實上完妝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特別滑啲添。咁呢個 primer 咧裏邊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水果成分，有蘋果啦、綠茶、白茶、蜂王漿、葡萄柚、金銀花等等嘅。咁裏邊咧仲加入咗一個 tripeptides 一個胜肽，咁就可以幫皮膚咧做翻一個咧緊緻啦同埋抗衰老嘅。咁我用咗呢個 primer 已經有2個月㗎啦。咁呢2個月咧個天氣非常之潮濕啊，咁真係用得一啲咧係水分嘅產品。而呢個 primer 咧真係咧可以令到個妝咧更加之貼服同埋持久，同埋佢個味道咧係陣陣一啲橙味咧係好舒服㗎。咁大家不妨一試呢個 primer 啦〜